南市白河东山顶山区9个月前，因为对流旺盛，除了大雨也落去变价，对民众来讲真神奇。不过议员就细心表示，造成连大里、家当里部分的树啊、连枝甲环麦等作物严重受损，农民艰苦连天。今日要求市府农局一定要列为天灾，加上协助农业保险来弥补损失。迄个玉米吼，迄个番麦啦吼。破木子啦吼，树子就对啦，拢天然灾害咧补助，这个片面吼，这部分啦吼，因为方面啦到堆，当然吼，落来遐所在会损害，安尼是毋是属于天灾啦？我请问市长一下，是毋是天灾啦？天然灾害一部是农业保险的，若农业保险的，伊家己本身受害就应该赔，若天然灾害伊可能有可能动，因为农业保险是农民家己来保费的嘛，农民纳1/4，政府补75%。议员除了替辛苦农民请病，希望体贴当地农事超过80岁老农民以外，嘛针对岭南甲东源重要的连外道路大补桥已经严重钢筋外露，加上道路真矮，要求一并拓宽改善。对此，干部局长表示，该高粱正伫细部计划阶段，预计9月招标，如果顺利，11月以后得当办理发包。台湾新闻，阮及林银根采访报道。